乡亲啊，垦丁的观光人潮减真多，讲去年的旅游人次约要突破到200万的关卡，创下到41年来的新低点。最近更加传出讲，当地有3间的饭店要收起来，这对在地观光业来讲，就是无美，阁拄到沦落。无论是外国游客，还是台湾人，屏东的垦丁是真侪游客爱去的所在，想袂到。 即马出名的沙埔南湾嘛无几个游客，本来是人客人的垦丁大街，街路拢无啥物游客，加上冷风伫吹，看起来加正稀微。无美兼沦落是风声讲有3间饭店业者要关门，将伫今年顶半年来结束营业。事业变整修整修完会再继续，就不知道。先让员工先休息。 专门接旅行团的老牌中型的旅社，讲要关店重新整修，什么时阵会阁营业，唔知影。伫台湾各地经营的成业文理垦丁分店嘛，因为厝头家另有安排，集团嘛无阁继续做。涵开28档的统一度假村嘛，因为市场环境的改变，2月底嘛暂停营业。 依照统计，垦丁上热闹的2014年，一年游客人次有800多万；2020年疫情都开始时，嘛有262万人次；2021年底人上少，后来有小可回温，去年游客人数差上济。即马国风声讲，2大旅宿集团要离开垦丁，一间在地业者嘛挡袂掉市场萎缩的压力。消息一日传出来了，恐惊会带来骨牌效应，重伤垦丁的观光业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